由細到大，運動就係我生活嘅一部分。咁幾十年，無論工作點忙都好啦，咁我都一定會抽啲時間咧，係去打波。你打先，你繼續。今日下晝仲有嘢做，練住咁多。首先，我同你哋大家介紹下台上嘅嘉賓，包括有全國運動會香港賽區統籌辦公室主任楊德強先生，香港海關3日啦，就喺呢個保齡球館就做我哋安全會議嗰個關口方面係再聯絡嘅。今次2025年呢個全運會咧，個預備工作咧，都係喺我做體育專員嘅時間已經開始㗎啦。因為全運會係4年一次啦，其實差唔多2018年嘅時間咧，就已經開始同廣東同埋澳門咧，大家去開始討論係咪可以合作辦呢個全運會。全運會工作咧，其實同呢個啟德體育園咧都可以講係密不可分嘅，因為我哋當時2018年咧有信心可以申辦呢個全運會咧，都係基於我哋預計喺幾年之後咧，啟德體育園咧就會落成㗎啦。咁到時咧，我哋就會好多有好嘅場地設施，係可以做一啲全運會嘅項目。一個就係7人橄欖球，會喺主場館嗰度做嘅。咁另外喺呢個體藝館咧，就會先做呢個男子手球賽事，咁跟住咧就會做呢個劍擊嘅賽事。咁另外除咗呢個競賽項目之外咧，全運會係一啲群眾項目嘅。咁我哋香港亦都會承辦一個就係保齡球項目，而保齡球咧亦都會擺喺啟德體育園嘅保齡球館嗰度做嘅。咁跟住喺11月做完呢個全運會之後咧，12月就係會做呢個殘特奧會，我哋嘅硬地滾球亦都會喺啟德體育園嘅體藝館，即係室內體育館裏邊咧係進行嘅。全運會係一個好大嘅比賽啦，全國最重要嘅一個運動嘅賽事，各個省市嘅運動員同埋有好多人咧，其實都非常之重視嘅。咁所以咧，一定係要辦到一個好高嘅水準。所以咧我哋係抱住一個非常之認真全力以赴去做呢個賽事嘅。咁希望令到咧所有嚟香港嘅無論係運動員啦，或者係其他嘅觀眾或者嘉賓咧，都對香港留下一個好嘅印象。埋呢個啟德體育園咧，我覺得係可以有更加大嘅推動作用。因為以前嚟講咧，我哋好多時我哋嘅運動員要參加啲高水平賽事，都要去到其他嘅地方。咁但係日後咧，我哋有咗咁好嘅場地咧，香港可以辦多啲嘅比賽，咁令到咧我哋嘅運動員咧係可以有主場之利。咁另外咧，亦都係咧俾多啲市民可以入場睇到啲賽事，從而咧亦都可以鼓勵多啲人咧係參與呢個體育運動，建立呢個體育運動嘅文化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有咗一個啟德體育園呢個咁好嘅設施，咁加埋咧政府嘅大力推動，加埋我哋嚟緊會搞呢個全運會，我希望係可以將香港呢個體育氣氛同埋體育文化咧係再推前一大步。